时常见风光，人人都向往。一场大疫情使到职场界风光不再。职场界好风光，每个人欢喜来游荡，外国的游客来欣赏，是小贩天堂，是购物的好地方，男女老少都向往。里边各式有各样，漂亮的服装，貂皮鞋不令你失望，手袋和手表又便宜又理想。肚子饿，拉萨好多档，大家来品尝。野水好喝，清新又凉爽。肉干来烧，美味迎风在飘香。也有卖水果，狼山葡萄干，山竹、杨桃、芒果甜如蜜糖，还有真假若巴拉酱、椰干、香蕉干，都是本地土产。东南亚这一带富有名望。职场界好风光，每个人欢喜来游荡，外国的游客来欣赏，是小贩天堂，是购物的好地方，男女老少都向往。游客到这里，每个人称赞，小贩生意好，越来越兴旺。应该树立个好形象，把那职场界清洁细心装潢，为了小贩的利益着想。职场界好风光，每个人欢喜来游荡，外国的游客来欣赏，是小贩天堂，是购物的好地方，男女老少都向往。如今太凄凉。20年都冇見過國際腔啊！你哋看下，要國際話，你看下國際腔咧，看到冇？一隻國際都冇啊！真係可憐啊！男女老少都向往，里边各式有各样，漂亮的服装，貂皮鞋不令你失望。阿爸，來條歌嚟聽下。又便宜又理想。好嘢！